我也不會俾我同你一齊。他一個啊，不是我一個啊。哦，他一個。是啊。他威水啦，他講要一個抄我們5個。人家不是給他2-3名咯。然後輸了又要哭。輸了他賴那個 SK Link Game 啊，那個 goalkeeper，他也是很頂一下，不過我們來的跟馬斯布拉講的那，他甚至就講。他那場就是好像他那時候有些底氣了，他用那個 keyboard 來的。那時候看的啊，現在我玩。結束喎，講啱固執講佢哋都冇人笑啦，繼續講固執啊。嗰個就係講佢出單咧，夠我啦，唔可以影咗啦，放上 YouTube 俾你。結論咧，邊個未講結論？我都係唔知啊。我覺得係放上 YouTube 睇嘅喎。你哋熟悉嘛？放上 YouTube 俾顧執睇，你俾個一真係睇。我呢個係。你點發死人頭啊？我呢個係作單嘅結論，佢平時嘅生活。冇，真係咩聽我講嘅啊 ，hope you can change your attitude 啊 ，attitude。那時候他查到他每天看了，日日睇啊睇個 YouTube，屌啦日鳩我。加完久了就是。媽，還加多很久給他講垃圾啊！還有沒有感覺像我們這些supporter 那些東西？他有感覺到沒有？他只是想着他自己講 Q， 不要死吧！他講是講 Q， 講是講打掉人家來找文豪，沒聽到佢講是講打掉MLN 來找文豪吧。買整條醬。打電話給人家都搞得，哎呀老哦！誒，很多人給我講打電話，我沒有試過。我有啊，萊恩的電話。可是萊恩不一定是啊。不是萊恩啊。我也是有萊恩啊，我的那個萊恩慘都多，你看。我那個萊恩是很你那個萊恩啊，你養啊，多大？是啊，萊恩啊。是多年了啊，那個萊恩，是啊，家住了是多年了。他可以打電話給人家，叫人家往前打。哎呦，那太輸慘了哦！太輸慘了啊！即係罰你雙場啊！係好長啊，9分鐘嘅喎。啊？你講夠10分鐘佢？夠喎，仲有1分鐘啊！係咯，YouTube 可以最多15分鐘。你有揾多分鐘嚟講下你以前嘅當年前嗰啲。我驚你電話唔夠電啊！逼啊，人頭俾你少喎，我都掟唔出聲。睇鏡頭，睇鏡頭。我睇鏡頭嘅。睇唔到樣咧，係用黑黑嘅，乜人3個 FF，4個 FF 喎，有地方。我睇到啊，我有光啊，你要打相機啊？呢個 OK，呢個都 OK 喎。兩年啊，佢已經成為咗我哋嘅所謂嘅傻佬劇嚟就頭俾你屌啊！大變曬個中男。打比賽，第一次比賽，第一次打比賽哥。第一次比賽哦，啲陳撚事哦，美高 play 啊，有 play 有 PS 啦，然後咧就 scoreline 啊0-10啊，哇！咁都俾人講0-10啊10-0。我係咁講喎。講翻轉嚟啊！我真係不係最呢個係。佢俾人殺0-10。我 VS 係好勁嘅。俾人殺啦！如果唔係你一贏鳩啦，係咪先？咁又係。 60分鐘咯。Scoreline 啊！免費免餐食好擺。Scoreline 啊！誒，我紅色牛幾好大血。邊個嚟？是啊，我無論只屈你下錢嚇？都冇屈下錢㗎。好啊，佢講我哋贏我哋贏一場佢都請㗎，抵佢死啊！是啊，乜鳩係咪啊？贏嗰一場我佩服嗰條女啊！屌啊你！好大眼講一啲，我係一場都贏唔到啊！冇啦，嗰個係真係前條貨嚟啊！你打一下，即係你入到去冇一個足球得翻嚟嘅喎，10分鐘都唔睇，話翻就出時翻添啊！我諗住你哋贏嗰一場啊！呢個係決定金計到出嚟嘅假話，佢叫我哋兜次都要用呢個費事泄露出去。你有次又打電話同我講話，5分咁樣大，但係我未講啊！呢個冇得搶彈嘅第三名嘅。你話我哋贏嗰2場，我哋都冇分嘅，我都未話過。我哋雖然話，我哋同人哋講，我哋同人哋講都會話贏嘅都會話我哋講，我哋覺得咩？去到已經好光榮，一鳩人都不但止同我講。幾撚光榮喎！媽嘅閪！你知係第3場嚟嘅啫，咁第1、第2場嚟嘅，冇講嘅，啱係假。跟住又呃鳩我唔愛搞喎，跟住其實事實就係同下晚啲同你哋一齊 training 㗎。撚 train 撚到會鬼 train 㗎啦，本考同你哋㗎啦，係啦，我問佢喎，嗰時係咪？我無端端走入去啊，話佢講喎，佢講佢 blur 鳩咗，早意思同我講 blur 鳩咗，冇想叫埋我搞嗰先至下一場，跟住講聽日佢哋朝頭早就嚟打鼓。嘛係啊！哇！快啲總結啦，大家大聲學一句死固執啦喂！我好攰啊！死固執啊！死固執。
嚟啊，快啲啊，快啲啊！搞真㗎，真係識好做嘅。我都係識咗啊，快啲啊！ send 俾我。講啲嘢喂，講啲嘢。講啲嘢你會 ending 啊 ！ending 要講幾歲先話 end 咗佢嘅？有開頭冇 end game 咩？正落。有笨打葫蘆灣冇笨嘟嘟啊？笨打好啦，笨打好啦都忘記錄上嚟啦。笨打好啦係由意思陣間開始錄上嚟啊！如果笨打好啦啊，耐攞成個鐘頭喎。因為笨嘟嘟啊喂！你搞大班可以搞啦，突破又幾容易嘅。好啦，傻係。係就好攰咯。啲啊笨嘟嘟啊！耶！我係垃圾。係咪真係未感激過人冇咯，佢 sorry 啊，thank you 啊，一句都冇講過聲咯。然後咧，大聲學我食。阿張對寶馬拉同你講 thank you 嘅我知。好有禮貌。但係啲我唔敢 thank you，唔 thank you 我死咗。你驚咧佢會同你講自閉咗都 KS 啊？係啦，係咁啊，係咁 CB 啊！你對佢有好處嘅，同佢講 thank you 啊！你幫鳩佢調鳩你 KS 啊！係啦，好啦，我結束啦，散啦。最負責，忙啦一忙。我就係垃圾啦。So what？如果就算係無言狀態。講緊晒咗，諗唔到嘢講啊！我有睇《童夢奇緣》喎，有睇《童夢奇緣》冇？冇啊！喂，劉德華做嘅。劉德華做嘅你啊，下不都無言咩？劉德華那個導播即刻講，我哋見到咩先生係無言嘅，我哋見到咩先生係傻咗嘅咯。佢咁唔掟嬌愛，佢死咗好耐啊！Credit to photo camera。耶！係我影嘅。自閉咗啊！跟住影咗係一睇最尾嘅嘢嗰個人，佢真係好用。誒，嗰啲有全部攞格仔有冇？耶！我影㗎。